其实快乐是不需要外在的，它是需要你用心打开你自己的心窗，去把你正面的那些品质散发出来，那你就很自然而然就可以快乐。这个是2天1夜的共修活动，那主要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然后学习一个新的法门。然后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学习一个心灵上的一种辅助的工具，那让我们在情绪波动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安下心来。活动其实很简单，那你就是2天1夜要住在科切拉禅修林。共修就是大家一起聚合在一个场地，然后呢，在这个场地里面，大家一起去学习这个法门，然后学习以后呢，大家互相勉励，透过大家的力量的话，团体的力量，你会更容易融入，然后更容易的去学会这个法门。所谓共修法会，不是说叫你来这里，然后念念经，这样就叫回家。其实不是，它是需要从外面去学会一个法门，对不对？然后把它往里面去，就是把它带到你自己内心深处去。当你把这个法门用上的时候呢，可以开启你其实内在很美的那一面，因为你诵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心咒，当你有这些正面的能量在帮助你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你自己内在所有的那些好的、相关、相应的情绪或者是特质，它就会慢慢展现出来。那展现出来有什么用呢？透过正面的能量去让这个负面的慢慢消失。如果做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快乐就很自然而然的产生。我们的行禅活动开始之前，我们有做一些软身活动，教他们拉筋啊，让他们松身啊，让他放下心来。在行禅的时候，其实他需要放松，随着自然的步伐在走嘛，不要太快，也不是慢，你是一步步在走，你不赶，你也不急，你用这样的一个速度在走。根据师父的教导做这个行禅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放在鼻孔这个部分你只是要知道说我在呼吸而已，只要知道说你有进有出，有进有出，你学会的方法，其实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那个触的感觉，其实会很敏锐，很敏锐，因为这样子你的心思会很清净，清楚知道你自己周遭发生什么事情。你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但是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很乱，而是因为你很清楚，所以你看到，等于说像湖水清澈的湖水平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底下的石头嘛，对不对？你还可以看到下面的所有的生物嘛。可是你平静还是依然平静啊。那你关注呼吸的用途在哪里？呼吸是很自然的，因为它
24小时跟着我们的嘛，你就是观呼吸，去了解到说你现在情绪在哪里。所以那个方法其实是希望教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每一样事情，都可以观察到自己在做什么，清楚的了解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专注去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来到这里参加这个课程，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遵守的有2条。那一个是不说话，就是禁语嘛。禁语不是说你完全不讲话嘛。那你如果有必要的时候，那你就会讲重点，就去训练自己，在需要的时候才讲话。我们透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慢慢的去学习，去观察到自己的身语意。第二个就是你身上的所有的手机啦、小型电脑啦，这种电器可以跟外界接触的东西，我们都会帮你先暂时收藏起来，然后到结束以后才交回给你。主要其实很简单。那平常如果你太忙的时候，你是没有机会去看，其实你内在是想要做些什么东西的。当我们把这些你可以让你分散注意力的东西拿起来的时候，你就是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啊，好好的去认识你自己。所谓调规，它会让你在一个不受干扰，尽量在减低干扰的一个环境下去专注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你煮饭，我们为你铺床，我们为你准备好所有的东西，你只需要来这里吃饭、睡觉跟修行，就那么简单。食物方面，其实我们蛮讲究的，宗旨是一定要提供你新鲜的食物，从这个食物中去保健我们的身体啦。但是因为我们学佛的是为了修心嘛，可是你还是需要身体啊，没有身体你很难去修嘛，身体一定要保持在某一种健康的状态。在这2天1夜的活动里面，我担任着厨师的工作。我会在这2天里面负责他们的午餐跟晚餐，会特别的小心，因为很多这些食材都必须找代替，然后然而味道必须要保持到良好的状况。在准备当中，其实有蛮多的考量。第一，我们会考量它尽量用回天然的，减少用塑料，而用植物来代替。这边可以买到最新鲜的蔬菜，包括豆腐、豆类种种的。其实，在准备这些餐食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避免用精致的食物，比如精致的白米，我们会用糙米来代替，或者是无漂白的面粉来代替一般市面上已经漂白的面粉。精致的东西其实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然后然而会影响我们的精神。吃属于比较天然的食物，或者是比较完整的食物，或者是无经过漂白的食物，必然对身体会比较好，因为减低消化的时间，反而身体会有更多的能量，所以一天工作上都不会感觉那么容易的疲倦。我之前其实是一位在酒店里面的厨师，所以对今天这些应该不会成很大的问题。繁忙的城市人围绕在我们周边的都是钢筋水泥的一个环境嘛，其实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大自然，你很少去闻到早晨起来树木的味道，早晨起来那个雾留下来的那个清新的感觉，就是你来到这里可以跟大自然重新建立一个关系，重新建立一个我们本来就有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再去学习一些生活上有用的工具、有用的方法，那你就不忘此行了。
I was astonished that I could do so many miksumas. 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I could not speak for 2 days nearly. So, but it was very good experience. So it wasn't a problem. 这2天1夜给我很大的一种感触，那就是说我的心，我在从头看我的心，我发觉到要把这个心沉淀下来。最近也是有一点点的，怎么样讲呢？心情不是很好，情绪不是相当低落，所以我相信在念这个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力量。I feel extremely proud of myself because I went through the 2 days 1 night retreat, and I treat it as though that this is a spiritual vacation for myself to get away from my busy life, from my kids, from my job, and this is a time for myself to reflect and be grateful for what others have done for me. And I think it's very good, and I'll definitely recommend other members or friends to come and join the future retreats. Thank you. For the past few days,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with my assignments, which is due this week. So it's quite great that I'm able to be here to let go of everything. We're told to focus on others, the kindness of others. So I focus on how Kachara Forest Retreat came about. It's been constructed within a year, and this is due to our kind guru who conceptualized the whole thing. And I also thought about the sacrifices that every individual that has put the volunteers, the full-time staff, they've made a lot of sacrifices to get this building, this area up, for us to be able to spend, 2 days, in the comfort court. We are also busy with our lives, our families, our businesses, but we are able to put everything behind and just concentrate on ourselves. I learned that once you get past the pain, you become stronger and you can do anything. I didn't think I would be able to do this, but I'm happy that all of us managed to complete this retreat successfully, and I have to thank all the volunteers, the pastors, and especially to Rinpoche for this wonderful program, and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this program to anybody. I cannot say enough about the food. It is excellent. Actually, I feel quite blessed that I got an opportunity to try this out because I got zero knowledge of what a retreat is, and after this I kind of know what I need to do. I know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I need to face. I think I will enjoy vegetarian food more. I have no desire for any meat at all these past 2 days because the food was so good. So I hope to continue on in the normal life after this when I go back. We should also be mindful of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who have sponsored this and also who made this possible. And of course, this being the number one person to thank is our Guru, Santu Rinpoche.